有心拍招招的位，无心做事半路废，骨来做地出头天。人讲是毋是？来看这保育类的动物菱角鸟复育成果是做甲真好哦。这菱角鸟的生态教育园区和台南市的这野鸟协会等单位完成着这台南地区当季的菱角鸟调查。今年这数量的总共有3030只，是这10年来的新高。这表示讲这菱角鸟的族群数量有稳定伫咧成长，其中台南的关店也佫会赢占上济。清一色优雅的礼服兼落海角头的菱角鸟，伫园内行来行去，谁人注目？菱角鸟生态教育园区参南市野鸟协会等单位，12月7日完成今年当季菱角鸟的调查。因针对台南38里来观察，拢总记录到3030只，比去年增加148只，也创下10档来上悬的纪录。今年足欢喜的吼，阮调查的结果就是增加到3000只以上。增加的关键应该是吼。因为今年伊的迄个菱角产有增加60公顷啊，过来就是伊落雨啊，所以嘛提供了足充足的迄食物量啊，互伊啊，过来就是菱角鸟嘛足变死的，伊足变死去繁殖，所以就变做讲伊的数量有互伊豆咧增加。对调查数据来看，菱角鸟有8成伫关田区。经过了解，主要因为雨水高，菱角产面积增加，才互菱角鸟加增侪生态地。再加上有农民顾虑生态保育，投入种有机菱角，就安尼时才有今仔日的成果。我们全程就是用有机的方式，友善栽培啊，无使用农药，啊嘛无使用化学肥料，安尼种安尼栽培，啊，互这菱角鸟吼，伫阮的园吼栖息，迄个在延续以后一代哦，就更加安全。一收领3000嘛，系啊，哦，迄个领甲心少领来到我。你拢安怎保护啊？安怎？哎呀，你莫甲野药啊，莫转药啊，拢莫甲转坏啊。人尽量莫带啊甲吓啊，伊就安尼伊就。你人啊，带甲顺带伊会惊。另外，互人较烦恼的是，咸水区本正至少有10只，不过今年煞拢无半只。菱角鸟生态教育园区主任推测，这菱角地甲阮啊，互人开发起，因望大家爱护这片地，通互菱角鸟会使安心生态。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